呢度應該係成個廣佛地區最靚最出片嘅五色三角梅花牆。好多朋友仲唔知道喺邊，就喺陳村花卉世界，佛山地鐵2號線花卉世界站 C7口，步行幾分鐘就到。打完卡記得冇急住走啊，附近仲有免費飲茶嘅好地方。嚟陳村花卉世界展覽中心，請你免費飲靚茶。凡係喺花場過嚟嘅朋友仔，可以嚟到現場領取一個精美嘅茶葉罐，全國名茶免費暢飲，仲有禮品領。時間係11月14號到18號，中意飲茶嘅朋友仔記得冇錯過啦！一入嚟就俾門口嘅白盞茶香吸引住，仲有24節氣飲茶指南，待會到裡面可以免費試喝哦。呢度匯集咗五湖四海嘅優質好茶，原產地靚茶。大家可以到我們那個現場來試一下不同年份、不同口感的金花綠寶茶。開展第一日就吸引咗好多人過嚟品茶買茶。這個是高乾古樹丹珠，原來最早的時候可以賣到99萬。過嚟記得飲多幾杯啦，飲起身真係零舍唔同啦。除咗靚茶，仲有精美嘅茶器具、飾品同豐富嘅農副產品等。過嚟品茶逛展，一站式滿足你。刷到視頻記得約上朋友一齊過嚟飲茶啦！持續到18號，同大家不見不散。